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最近又多咗啲新朋友訂閱，咁啊歡迎你哋啦，亦都介紹下我嘅頻道啦。我呢度呢就好簡短嘅，平時一條片呢2-3分鐘就講晒噶啦。主要係分享下啲我同 AI 用數據計出嚟嘅機會碼啦，同埋喺我師傅度收到嘅消息碼，亦都會混在其中嘅。有機會冇咁大嘅碼呢，就會提議大家飛走咗佢先。咁就希望咧可以幫大家容易啲揀到自己嘅心水啦。如果想明確知道我哋臨場到邊隻消息碼呢，就歡迎加入我群組啦。1500蚊即刻入群，連埋下一季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你會諗你同其他頻道、其他嗰啲群組有咩唔同啊？莫師傅平民賭馬高手呢，就靠賭馬贏咗幾間樓翻嚟噶啦。唔信可以去佢頻道睇下啦，基本上條片呢都有飛俾你睇翻嘅。拍咗好多年噶啦。賭馬即係你同其他人對賭緊啦，咁你跟我哋啲消息賭，你知道啲人哋啲唔知道嘅嘢，咪會比別人有優勢咯。好簡單，舉個例，你去問嗰啲所謂貼士群組嘅群主啦，喂，你推薦我今日買呢隻馬，係嘛？琴晚佢肯唔肯食飯啊？定係食剩咗幾多啊？啲料，咁佢梗係唔知啦，係嘛？所以做賭仔咧都要咧做一個聰明嘅賭仔，去揀一個真正有用嘅群組去跟，去睇人哋點揀馬，臨場賭邊隻，就唔好似嗰啲傻仔群組咁咧。揸住啲我樓下個空間都知嘅嘢呢，就當係寶，就以為係優勢。點解我哋夠膽揸啲30倍、50倍嘅做膽？點解嗰啲群組11場比13場都係大熱門？咁我群組都會比熱門，唔係場場爆冷噶嘛，係咪？但係知道邊場應該避開隻熱門，邊場可以賭，呢個咪優勢咯。好似禮拜日嗰日第5場入站嗰陣，隻深深升都仲係2點幾倍。阿方加炮、莫雷拉爭冠軍係嘛？咁相信唔少群組都照貼啦，甚至用佢做膽啦。咁我喺群組咧一早就貼咗4、3、12 3隻馬，咁3隻翻晒嚟啦，唔錯啦。咁你一個群組，你見到我唔貼嗰隻熱門，你咪會比別人有優勢咯。即係代表咩啊？代表你避開咗一個大眾錯誤嘅決定，轉移去投資一隻更有值博率嘅馬。賭馬永遠都係企喺大眾嘅對面，你先會贏錢嘅。咁我就時刻都提醒我自己嘅，要精進啦，唔好覺得自己好醒啦，識好多嘢啦，要幫信任我嘅會員爭取更多優勢啦。有啲自視好高嘅人呢，個心態就咁嘅。我賭咁耐馬，我使你教？你識買嘅我都識買啦，你拖全餐我都識拖啦。我想同呢啲人講呢，唔係噶，真係有嘢係我識你唔識噶，所以唔好再見到人哋中咗之後，你又乜柒都識啦。OK？你識買你唔買係嘛？人哋坐緊直通車，第一場輸到第11場，見到你分享自己中馬，人哋都戥你高興，喂，你中我都開心啊！到人哋中馬嗰陣，你係谷鳩氣，六親不認，見不得別人好，喂，你咪我個共產黨，冇能力又輸唔起嘅，我建議你戒賭啦。廢話講完啦，今日就繼續揀幾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6月24號星期三跑馬地9場賽事，6點40分開跑。首先係第2場5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慢嘅，1、2、4、5、7可以劃咗佢先。留意翻7號嘅問鼎巔峰就有缺貨嘅，呢場就揀咗8號嘅威威父子、10號風雲、9號開心三多同埋12號嘅不假外求。然後就係第4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3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2號，比較中意5號隨緣得勝、2號加州活力、4號本領非凡同埋1號星願無限。接住落嚟第6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快嘅，2、5、8、9、11劃咗佢。留意翻3號寶城智好同埋10號嘅中環精英呢都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12號嘅黃金盒、4號佐治傳奇、1號太太精神同埋7號嘅比特星。然後第7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2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全部唔要。呢場比較中意12號觀金旗、3號精彩福星、5號品德寶寶同埋4號價值傳承。
跟住就係第8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5號、7號、8號、10號、12號劃晒佢，留意翻10號發就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11號可靠大師、9號長勝隊長、2號競進王者同埋4號福星小子。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哋臨場收到咩消息到咩碼，就記得加入我群組啦，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下個賽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